嚟到張家界土司城，呢度建於1730年，雍正8年，至今已經有300年歷史，係西南地區唯一保存完好嘅土家族古城。我哋入去啦。進入大門之後，會見到土司族嘅族人啦，揸把弓去射箭。前面有一條橋，過咗橋之後呢，見到後面有個牌坊叫東南第一宮。呢條柱條龍好靚。呢個牌坊呢，佢嘅柱呢，佢嘅龍挑得好靚嘅。入到嚟廣場之後呢，有一條柱嘅，條柱嘅底部呢，係見到有4個土家族人，係好似搬住條柱咁嘅。向前行，呢個叫擺手堂，佢裏邊供奉咗土司王彭彥禧嘅神位。後邊呢座9重天吊腳樓，被朱鎔基立個碑叫天下第一樓，土家沖天樓。呢座9重天吊腳樓呢，佢冇用過任何釘去釘嵌嘅，都係靠啲木嘅榫位去將成啲木係組織起嚟嘅。咁見到依家下邊啲腳呢係好高嘅，土家族嘅樓呢，全部係咁樣用啲木好長嘅木吊。呢座9重天吊腳樓呢，佢而家係博物館嚟嘅。咁喺最底嗰層呢，見到有幾個將軍嘅銅像，土家族嘅分佈圖，湖南、湘西、湖北、重慶、貴州周邊。呢度啲樓梯啊，嗰啲建築特色呢，都好有土家族嘅風味嘅。上到2樓，見到土家族嘅文物。呢一層展示嘅都係土家族人嘅衣服、鞋，最特別就係呢啲銀器。見到呢個銀嘅壺、銀嘅茶壺同埋銀嘅盤啊，隔離就見到幾個銀壺，做工好精緻，銀水壺。呢度見到一把刀，同埋下邊好似啲武器咁嘅嘢。因為呢啲木地板，如果人多行呢，佢會傳出聲音嘅。咁見到東南第一宮。土司族用嘅唔同嘅武器，
上到嚟4樓走廊，再上見到呢上邊嘅屋頂係好有特色嘅。儀政廳，上到嚟有個亭台樓閣，喺呢個吊腳樓嘅最屋頂呢，有個亭，裏邊有台凳。咁坐喺度飲茶有風，真係好舒服嘅。呢度好清楚見到個艇嘅底部，打直條柱同一條橫直嘅方呢，係靠中間有個窿，個木嘅榫位穿過條直柱嘅。佢係冇用釘去砌呢座樓出嚟嘅。土司族嘅軍人，呢度係土司皇宮，係土司王幾位妃子嘅後宮，每人都會有一座嘅吊腳樓做佢哋嘅後宮嘅。前面呢幾座呢，係土司王嘅妃子嘅宮殿。右邊嗰座係尋妃宮，呢座係向妃宮。呢座叫尋妃宮。呢座向妃宮，佢下邊吊腳樓咧，都係用啲好長嘅樹木咧，晾高成個建築物嘅。呢個土家族用一啲大嘅樹木劈開一半，然之後擺一啲嘢落去，跟住揸壓佢啲汁出嚟嘅。